这里，你在哪里？思念无来及，今夕何夕？这金面具，我为你一人打造。你若不收它，它还有何意义？这么美的金面具，丢了实在是可惜。公子直接给我戴上吧。好。情缠一波，曾经拨弄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梦何时才会清醒？醒来之后，只想看你的眼睛。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我在这里，你在哪里？思念无来及，今夕何夕？许过的愿还留在天边，心里的白发又平添。过一天一年，何时再见？过一天一年，何时再见？叶师弟，来。我知道你为什么想留在京城。对不起啊，大师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和易欢从小就定了亲，我又是大明的太子，朱明联盟的核心，于公于私，你都没办法跟我抢易欢，所以你只能把你对他的感情埋在心里，以致一语成疾。大师兄，你放心，这只是我的一个心病。等将来有一天，你和易欢成了亲，有了孩子，我也许慢慢就放下了，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我相信。其实你比我还大1岁呢，只不过因为我的身份特殊，所以师父们让你们尊称我一声大师兄。我相信你比我更知道分寸。大师兄，在我的心里，兄弟之情一定比儿女私情更重。但有一件事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既然是兄弟，就应该无话不谈。我在山西照顾小师妹的那几天里，小师妹昏迷的时候，嘴里面一直喊着“朱哥哥，朱哥哥”，还有龙小弟，龙小弟。他自然是挂念我的。至于那个康熙，不过是随口叫几声吧。可是那天晚上，我照顾他一晚上，亲耳听见他只叫了7声“周哥哥”，但是却叫了76声“龙小弟”。大师兄，你要是继续把易欢留在康熙身边，那他的心早晚有一天可就不是你的了。你还是赶紧把他撤回来。我撤不了。童霞还没有找到，鳌拜埋伏在明珠谷的内奸，也没有查出来。如果易欢做了大清皇帝的女人，你纵然光复大明成功了，有什么意义啊？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
可你却是我的命。如果没有了你，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我要是你，我才不要这万里江山呢！我就想牵着小师妹的手，找一个像明珠谷一样的世外桃源。我天天变着法子的想怎么给她做好吃的，生一堆孩子，逍遥快活，一生岂不美满？叶师弟，我如果是你，我也宁愿不要江山要美人。但是，我姓朱，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我不可以。大师兄，若是小师妹做了大清皇帝的女人，你纵然光复大明成功了，又有何意义啊？你们都退下吧。是。来，快坐下。小师妹，你有没有去看大师兄啊？他人都瘦了，还变得沉默了。呀，最近他一直在忙着跟索额图查那些贪官污吏，我都好多天没见到他了。他不来见你，你就不去见见他呀？我倒是最近在夜里悄悄地见了他，他人瘦了，都忧郁了。是吗？那是我疏忽了。我一直觉得朱哥哥成熟稳重，无所不能，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他也会很好的照顾自己。你呀，不是疏忽了，是你的心不在他身上罢了。现在你的心思都在你的龙小弟身上，忘了你的朱哥哥了吧？没有，学姐姐，我心里是有朱哥哥的。我知道你心里有朱哥哥，只是朱哥哥和龙小弟的位子不一样，对不对？虽然你不敢承认，也不敢说出口，但是你的心思啊，我最了解。虽然你从小和大师兄定了亲，可在你的心里一直把他当成哥哥看待，没有男女之情。我说的对吗？您来了，掌柜的，这具肝火明目的药材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全在后院。要不您自己去看看？好嘞，请。学姐姐，其实我之前一直不明白我对朱哥哥到底是什么感情，我是最近才想清楚的。学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爱一个人，就一定会想要独占他，而你从小就知道我很喜欢大师兄，可你从来不吃醋，还没心没肺的跟我做姐妹，所以我就知道你对大师兄的感情和我对大师兄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咱们俩换个位子，你明知道我和大师兄从小定了亲，却还那么喜欢他，那我一定会很生气啊，就像大师兄会生叶师弟的气一样。学姐姐，这些话我从来不敢跟别人说，我跟你说完，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啊。
咱们俩姐妹的私房话，当然要保密，都是咱们的小秘密。其实我是喜欢朱哥哥的，但是就像你说的，我对他的喜欢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从小对我特别好，宠着我，就算天塌下来，他也能帮我扛着，让我特别有安全感。但是朱哥哥一心想着光复大明，对我跟他自己的要求特别高，就跟我爹似的，让我觉得特别没趣。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可是从小爹跟各位师长就一直告诉我，我呢是朱哥哥的未婚妻，是将来大明的太子妃。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从小对我特别好，宠着我，就算天塌下来，他也能帮我扛着，让我特别有安全感。但是朱哥哥一心想着光复大明，对我跟他自己的要求特别高，就跟我爹似的，让我觉得特别没趣。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可是从小爹跟各位师长就一直告诉我，我呢是朱哥哥的未婚妻，是将来大明的太子妃。这个称呼就好像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责任似的。其实我特别讨厌这种感觉，我不敢说，我又不敢反对，直到我遇上了龙小弟。虽然他是皇上，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会觉得特别畏惧，可大部分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都会觉得特别开心。他是皇上，但是他有的时候很可怜，我心里想保护他，想照顾他，想对他好。我知道我这样的想法不对，可是我根本控制不住。其实我也一样，我明知道不应该喜欢大师兄，不该对他好，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我自己。云姐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情之一字，最是无解。我也同样苦恼，同样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刚刚收到牛角寨的飞鸽传书，上面说，刘德昭的继室夫人裘敏以及裘敏的弟弟裘贵，不知怎么的就从牢房里面逃出来，而且裘贵取出了暗藏的金银财宝，画了孟祥和和舒婉心的画像，在江湖上放话，谁要是找出这二人，就重金酬谢。此事太子已经跟我说过，这都是索额图在背后安排的。这江湖上的三教九流，贪图重赏，必定会纷纷出动，寻找孟祥和跟舒婉心。如果真让他们找到了，那倾城就危险了。岂止是倾城有危险，恐怕这太子和奕欢就都暴露了。那为今之计，只有派人先杀了裘贵，以绝后患。我去吧。裘贵跟他那些手下，在我眼里就是小菜一碟。姐姐的武功的确很高，天下无敌。但是姐姐，你不熟悉山西那边的情况，而且你不认识裘贵，所以还是我去吧。好，那就有劳雪衣居士，你辛苦一趟。现在已经查实，有259名官员打着抓捕乱党的旗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冒领所谓的功劳，然后骗取朝廷的封赏。这么严重？何止严重，简直骇人听闻。就拿左翼前锋营统领隆德多来说吧，2年前，他还是小小的伪属前锋营侍卫，从五品，正是靠着一连串这样所谓的军功连升5级，摇身一变，变成了现在的正2品5职京官。隆德多朕是知道的，半年前，他捣毁了在京城反清联盟的5个据点，抓捕了50多名逆匪，朕还亲自赏了他1件黄马褂。可皇上有所不知，这50多名逆匪，有近一半是被冤杀的。你说什么？这些人，这些被冤杀的人，都是些遭受了旱灾水涝的一些逃难的灾民，还有一些是在当地被地方的官员逼得进京城告御状的一些老百姓。既然这些人是被冤枉的，朝廷也派出了监斩的人，为什么
他们不喊冤呢？隆德多为了坐实所谓的军功，在这些死囚上刑场前，都给他们灌下了哑药，让他们有冤难诉。真该死！皇上，其他官员骗取军功一样是花样百出。还有比隆德多更严重的吗？有，京城护军参领阿必齐。阿必齐，他府上挂的那个国之栋梁的牌匾，还是朕亲笔给他题的字呢。这阿必齐用的和隆德多是相似的手法，一路累计军功，从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城门吏，平步青云，如今已官拜3品。他冤杀了多少人？奴才查实的，这阿必齐杀的300多人当中，只有100多人是有过大逆不道罪行的，其他的都是冤杀的。更好笑的是，同样一个人名，却反复被杀了5次，身份一会儿是老妇人，一会儿是垂髫小儿，一会儿是中年男子。怪不得呢，怪不得我一个弱女子都被他们当成乱党逆匪给抓起来了。他们一定听我的口音是外地人，又无亲无故的，所以想拿我的人头去充数。索土，奴才在。把这些查实罪名的官员全部给朕抓起来，送到刑部审理。这。皇上圣明。圣明？你是在嘲讽朕吗？有哪个圣明的君王身边有这么多的贪官酷吏？哪有啊？你刚亲政不久，之前那些烂摊子都是鳌拜弄的，跟你没关系。身为天子，岂可委过于臣子？看来朕必须尽快好好选一选能臣和贤臣，整顿一下朝廷的吏治。罗小蝶，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朱哥哥，你都瘦了，下巴都尖了。你呀，总算知道关心我了。其实是雪姐姐先发现的。朱哥哥，我总是习惯了你对我的呵护，却很少主动关心你。小丫头，干嘛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其实我也不好受，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欢梅，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我不怨你，我只恨我自己无能。朱哥哥，你千万别这样说，你越这样说，我心里越内疚。欢梅，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这对于我们的感情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而康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琢磨不定的诱惑，所以你对他充满了幻想。欢梅，要不要跟我打个赌？什么赌？赌康熙能不能说到做到？我赌他不能。康熙他是个皇帝，而且他最讨厌那些贪官酷吏了，他一定能够说到做到的。好，那咱们这就赌上了。赌注是什么？100两银子还是1000两银子？我不跟你赌钱，我赌你的心。如果你输了，我相信你对康熙的幻想也就破灭了，你也不会再被他所迷惑。到时候，你乖乖跟我一起光复大明，做我未来的太子妃。那如果你输了呢？如果我输了，那连我也会对康熙服气。到时候，无论你做什么，我也认了。好。你说什么？皇上，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已将隆德多、阿必齐等259名大小官员全部入狱问罪。
不可以呀，万万不可以！所图，奴才在。这259名官员罪证已经全部坐实，朕即刻就封你为监斩官，10日之后将他们全部问斩。啊，皇上，全部问斩？怎么？你还要朕再说一遍吗？不用，皇上，奴才听明白了。奴才这几天偶感风寒，一直咳嗽不停，浑身发冷，然后还不停地冒汗，一直在咳嗽。奴才一直在坚持着办差，可是到了今天，为师觉得有点撑不住了。奴才想请皇上开恩，可不可以拖延几日让奴才办差，或者另外再派一个人去监斩？所图啊，你这病的可真是时候啊！真的，真有点撑不住了。行了，你回府养病去吧。奴才谢皇上恩典，奴才告退。老滑头，皇上，其实索大人办案倒是很利索，也很有章法，是个不可多得的能臣。只是他没想到，皇上会如此严惩这些贪官污吏。若是让他监斩的话，就相当于让他得罪了大半个朝廷。又想在朕的面前捞功劳，又不想得罪别人。是，只怕眼下这监斩官的人选是不好定了。毕竟谁也不想一下子站到大半个朝廷的对立面。臣倒是无牵无挂，但臣是个汉臣，名义上又只是一名太医。皇上让我在暗中协助索大人办案，这倒是可以。若是在明面上对臣委以重任，只怕不太好。朕明白，你不是怕事，你是愿意为朕效力的，但是朕也不能将你推到火堆上去烤。多谢皇上体恤。只是，眼下这监斩官，怕是无人敢胜任了。罢了，那朕就亲自监斩，狠狠杀一杀这朝中的歪风。龙小弟，你太厉害了，我支持你。哼，朱哥哥，怎么样？我都说了吧，康熙是个好皇帝，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了吧？如果康熙真的有魄力，把这259个贪官酷吏的头都给砍了，那我就认输。好啊，那就再等10日看看。好。皇祖母，近来身子可好啊？老太婆倒挺好，可是哀家怎么听说这些日子皇上从来没睡过一个囫囵个儿的觉了？皇上虽然年轻，也不能太疲劳。皇祖母关心。再尝尝这个。啊。
其味如何？皇祖母啊，这杯参茶，汤色清澈，可是药味就没那么浓了，提神的效果也没那么好。是啊，水至清则无鱼嘛，浑水养鱼呀。皇祖母，您老人家似乎话里有话呀。是啊，哀家是有话要跟皇上说。听说皇上一怒之下，将259个大小官都拿下问斩了。啊，是，皇祖母，这些人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都死有余辜。他们的所作所为啊，哀家也知晓。皇上要砍他们的脑袋，也是不为过。甚至有些人，你可以株连他9族，以儆效尤啊。皇祖母，其实呢，孙儿一次性要砍这么多贪官的脑袋，孙儿的心里啊也是有些不安的。多谢皇祖母的支持，孙儿这样就可以放手施为了。哀家呢，自然要为皇上仔细的打算，全力的支持皇上啊。只是哀家老喽，说上10句话，皇上未必能耐心的听上1句呀。孙儿听出来了，皇祖母是在埋怨孙儿自作主张吧？皇祖母，咱们祖孙心连着心，你要是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皇上可知道，那左翼前锋统领隆德多的娘家是谁吗？知道。这隆德多的祖母和皇祖母是堂姐妹，皇祖母可是要给隆德多求情，饶他一命。哀家为他求情，并不是为了亲情。皇上，你要知道，你擒拿鳌拜，为什么被鳌拜收买的那些守军没有异动？为什么鳌拜私下集训的那些亲兵没有起事？难道这件事情和隆德多有关？隆德多实际上是哀家安插在鳌拜身边的一颗棋子，他为了取得鳌拜的信任，大肆的诛杀对抗朝廷之人。这些人有的是该杀，有的是错杀，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在你擒拿鳌拜之时，隆德多他借口清查乱党，在京城实行了宵禁，让鳌拜的叛军无法出动啊，这才让你在宫中擒拿住了这个鳌拜呀。皇祖母，这些事情您为什么不早点跟孙儿说啊？皇上，你虽然年轻，但是呢，你许多事情很有主见，未必会赞成哀家的某些手段，所以哀家呢就隐瞒了。好吧，那就算隆德多将功折罪，夺取爵位，革职为民嘛。多谢皇上给哀家这老脸，那就恕哀家倚老卖老，要多向皇上讨几个人情了。皇祖母请说。皇上知道这朝堂的背后可是盘根错节呀，牵一而动十，牵十而动百。你还太年轻，而皇祖母已经经历了3代的兴衰呀。皇祖母不得不为你想得周全一些。皇祖母的意思是，这上头的人都是跟皇上和大清江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望皇上处理他们时，需多多的酌情考虑。这些画圈的，不妨就最简易的；这些画勾的，最好是立即释放；只有这画叉的，则立即斩除。皇祖母啊，这孙儿啊，
不是皇祖母一定要干政，皇祖母不过是一介女流罢了。这黄土都已经埋到脖梗上了，还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孙儿过不去呢？你要相信，皇祖母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皇上，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大清国呀。皇祖母切勿伤怀，在这世上，皇祖母自然是孙儿最信任之人。你明白这一点就好，孙儿啊。皇祖母知道你现在整顿吏治，但是你不能够急于求成啊！这欲速则不达呀！这病重之人下不得猛药。朱哥哥，咱们等了好几天了，也没见那个内奸露面。还不是你上次打草惊蛇了？你呀，总是不听我话。我们先回宫吧，估计不会来了。哎，我还不想回宫呢。那你想去哪儿？我想吃串冰糖葫芦。你呀，就是一只馋猫。走吧。嗯。你慢一点，别转晕了。你要吗？不给。哎，朱哥哥，早就说来这个地儿去一下，怎么样？不错吧？今天这地儿还真不错。是啊，我介绍的地方能错吗？哎，你这鸟的品种不错啊，我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哎呦，是吗？哎，我告诉你们，我还知道一家别回头小店，那里的姑娘弹的一手好琴，那小曲儿唱的，哎呀，可了不得。是吗？是啊，这跟你们说啊，心痒痒的。哎，这样下次看看呀，我来做东，咱们哎，朱哥哥，那不是隆德多吗？难道我眼花了？你没看错，为首那个是隆德多，跟在他身后的那个是阿比奇。怎么可能呢？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在天牢吗？3天以后就问斩了。很明显，事情出现了变故。环美，看来你赌输了。不可能，一定是他们向索额图行贿，所以索额图把他们放出来了。索额图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人，而且，就算他们私自被放出了天牢，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不可能，龙小弟不会出尔反尔的。环美，别傻了。像隆德多、阿比奇这样的贵族子弟，就是爱新觉罗氏的鹰犬。就算这些鹰犬偶尔咬错了几只驯鹿野兔，那对他康熙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一旦他失去这些效忠的鹰犬，那他的皇位就不稳了。不可能，龙小弟不会说话不算数的，他不会骗我的。环美。师叔姑娘，皇上吩咐过了，谁都不见。不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哎，龙小弟，师叔姑娘，您轻一点，皇上睡着了，别惊扰了圣驾。哎，师叔姑娘，小声点儿。龙小弟，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他是喝醉了。啊！皇上喝醉了？哎呦，老奴该死！老奴该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这皇上一早啊，就写了一道圣旨，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我知道了，这儿交给我吧，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好好好。哎呦，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哎呀，龙小弟，龙小弟，醒醒！老大，你来了，陪朕喝2杯。别喝了，你这以前不酗酒的，现在怎么了？什么都别问了，陪朕喝2杯吧。不许再喝了！看着我，我问你，阿比奇、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你是皇上啊，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天子的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是啊，朕是皇上，应该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你太让我失望了。老大，朕对自己也很失望。朕以为朕亲政了，就可以乾纲独断了，没想到。而且我就不明白了，你是皇上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既不违反大清律例，又顺应民心啊。老大，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朕现在心里好难受，让朕抱一抱好不好？让朕抱抱。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想理你了。哎，老大，老大，起来。你就是个大骗子，我再也不想理你了。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还记得上面的字吗？你曾经说过，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可是如今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没脚没爪的龙，你根本就是一条虫。一座红尘的城墙，煎熬过你给的苍茫，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奈何不了无言过往。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谁会陪我遥望夕阳？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思念比毒药更传唱。我不能和你在一起，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意思。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消除贵族特权，革除积弊，整顿吏治，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好，我答应你，这个利息我一定还。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盖章。龙小弟，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别说胡话，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的，说好有难同当，同生共死的，所以为了我，一定要撑下去。龙小弟，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放心吧，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放心吧，人不死，账不来，你一定要好好撑着。要是你不在，我来账了怎么办？你不会来账的，因为你是一个好王。我之前说过，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你真的很好。谢谢你，谢谢你，老大，谢谢你，所以一定要撑住。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环妹，康熙他骗了我，康熙他骗了我。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或
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朱哥哥，我输了。别难过了。环美，我早就说过了，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回到金銮殿，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朱哥哥，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还是你的皇位？你要说实话，不许骗我。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康熙没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永远不会骗你。我跟康熙不一样，他从小生长在宫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朝廷的机弊。环美，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我相信你，朱哥哥。最起码你没骗过我，不像康熙那样。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跟爹要光复大明，扶你登基了。环美，你终于想明白了。我想明白了，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这里诛杀一个恶霸，那里铲除一个贪官，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环美，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皇上吉祥。平身吧。是。叶欢呢？回皇上，诗诗姑娘已经安歇了。你们先退下吧。是。老大。老大。老大，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朕想跟你说会儿话。老大，皇上，您还是先回去吧。诗书姑娘，她是小孩子脾气，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她就越是听不进去。您先放下几天，过几天自然就好了。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他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皇上您放心，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他，
相信他会明白的。真没想到，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这样一来，你打算借机挑起清廷内乱的计划，怕是落空了。虽然计划落空，但欢妹及时醒悟了，也算是意外之喜。啊，那就恭喜大师兄了。这样一来，小师妹就能收回对康熙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只怕这付出的感情，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但愿吧。师弟，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不知道，不过应该快了吧？吴应奇最近几天，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演出。吴应奇的大哥吴应雄是建宁公主的额驸，他们平西王府在京城也有很多的亲友故旧，所以吴应奇应该会有很多的应酬。哎，应酬肯定是有，但没准儿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师姐，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我们还是应该提防一下吴应奇，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你别提我爹了，我爹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女儿，他只喜欢一欢一个人。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爹啊！三师傅其实很疼你的。你还记得上次你赌气出走，三师傅在门口眼巴巴地等了你一晚上。哎呀，哦，对了，还有你脸上的伤，三师傅其实一直都在为你寻找那些珍稀的药材，为你配制那个什么冰肌玉元膏。还有小师妹，其实她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好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好，我不说了。二公子，哎，师姐，吴应奇出来了。到这客栈到底是要做什么？应该是见什么人吧。师姐，你在这守着，我跟进去看一下。嗯。
弟别急，只有石青红在马车上，吴应奇应该还在客栈里。哎，师姐，你看走眼了，那个驾马车的根本就不是石青红，而是吴应奇。他们刚刚在客栈里互相换了装束。难怪石青红今天一直带着竹笠，我这居高临下的看不清他的脸。原来他们在玩障眼法。吴应奇如此小心谨慎，只能说明一点，他在干的肯定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说不定真的跟金钥匙有关。走。好像是在等什么人。这么晚了，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看风景的，必定是在等什么人。师弟，你看，湖中间有一艘大船。想不到吴应奇行事竟然如此小心谨慎，居然将与人约见的地点定在了湖中心的大船上。